过来消息来看，热带性低气压 TD29上近今仔暗时会结做天土风台哦。到时阵西北太平洋的海域会有4个风台，这嘛是过去毋捌发生过的。气象专家指出讲，这是因为今年的太平洋高压特别强哦，这个两尾形成的天土风台，可能会伫7礼拜5到拜六接近台湾哦，无可能会增强做中度风台，要爱特别注意。拜二东北季风阁增强，透早北部甲东北部感受是有较凉。新北市局部地区透早低温有19.3度。拜一开始到拜三透早，受风台接近外围云系影响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也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，或者是大水雨。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也拢有阵雨。尤其在基隆北海岸、还有宜兰、还有大台北山区，甚至要注意这种下雨的雨势是比较明显的。在东部比较偏山区的部分的话，下雨情况也是比较明显。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局部零星的降雨发生的情形。目前西北太平洋顶悬 TD29号继续发展，都要乘做今年第25号风台天土，到时阵来阴性风台甲万亿风台也无减弱消散，会有史上以来11月西北太平洋同时有4个风台历史记录。天气分析师指出，主要因为今年太平洋高压无正常强势地势，目前北平冷空气路段无明显，或者都是十分的活泼。太平洋高压顶着这个西风系统，其实也让出南边的很多热带扰动发展的空间，也就造成台风一颗一颗的在这个太平洋低纬度的地方形成。第25号天兔台风，那预期它可能是在这礼拜5到礼拜6的时候最接近台湾。其中对台湾可能有直接威胁的是准天土风台。分析师指出，准天土实行了后，可能北越，到时阵北平系统太平洋高压加风台三边的势力互动依然有变数，风台可能沿台湾东部海边上北，要模式有无是向南海行。大家对路线依然有无同款的看法，爱继续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